人客啊，来坐，作者苏彦德，录音苏彦德。甲时间又转来时空的摄像。1960年代，我还未满10岁，含糊的记忆。印象中，故事大约伫1968年。迄年，我的阿母伫高雄熟识2个姊妹仔伴。一个阮叫伊大姨，另外一个叫伊阿翠姨。细汉的时，阿母定定带我去大姨的徛家。当时，大姨甲大丈伫大港埔甲人说厝徛。大丈平时恬静，爱啉酒配读课。因为歌病，技术较早过身。阿翠姨时常去找大姨开讲。当时阿翠姨大约40岁，和阿母甲大姨拢正下岗，足有话讲。阿翠姨爱啉酒配土豆，讲话开口江湖味真重。伊若开喙讲话，我感觉伊是无正经的查某。毋过伊对我即个囡仔痞讲话轻声细细，伊和查甫人讲话会来去。我毋知阿翠姨伫做啥工课。后来阿母甲我讲，伊伫接人客。接人客是啥物职业？人客是啥款人？人客是查甫的，还是查某的？阿母讲甲足含糊，要讲阁毋敢讲清楚。大汉你着知啦。伫资讯无发达的年代，无了解阿母的话。即马大姨甲阿翠姨拢转去土州卖鸭卵啊。阿母讲，少年的时，阿翠姨是趁食查某，皮肤白，喙甜，有查甫缘，爱做干胶。到呾，我毋知影阿翠姨的内心世界。伊无翁，毋过有真侪人客，摕家族，互伊过生活的人客。失落的青春，失去的年华。当时，阿翠姨因为出世伫善食的家庭，坠落风尘，这毋是伊的心所愿。阿翠姨有窈窕的身材，出色的外表，因为善食屈落现实。台湾伫迄个经济拄要起飞的年代，侪查某人国校毕业就去加工区做事。阿翠姨到底是啥因端对落风尘徛壁？风尘女郎外表青颖，表面轻松，其实心情沉重，充满对现实的无奈。透过因塞奶的声音，美人的身影，满足查甫人的心，巴足查甫人的灵。毋过烟火好看，时间无久长，这就是世间的甘酸苦涩。阿翠姨的遭遇记录烟花世界的点点滴滴，诉尽男女情感的真真假假。阿翠姨虽望已经无伫人世间，毋过人客啊来坐，即句话悠然留伫我的耳孔边当说。